嗨，大家好，我是探兵叔，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64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70天。我们看一看双方战场和战线上有哪些变化。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战线打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反击，特别是在胡利亚伊波列方向，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官方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空降突击部队正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展开积极行动，目的是挫败俄罗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推进的计划。自行动开始以来，空降突击部队与邻近部队一起重新控制了8个居民点和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清除了俄罗斯侦破小组。指挥官德米特罗·菲拉托夫补充道，他说这些行动旨在使俄军处于不利境地，并阻止他们将战斗活动集中在扎波罗热附近。俄现在必须集中精力恢复失去的阵地，而不是推进。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列了一个战争计划，明确提到他说在陆地、海洋和网络空间阻止敌人，每平方公里消灭200多俄罗斯占领者。这不是空话，过去一天乌军就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而乌克兰陆军司令根纳季·沙波瓦罗夫在战争4周年之际表示战争对我们来说不是习以为常的，我们永远不会对它习以为常，我们将继续做好该做的事，缩短战争结束的距离。我们是化身为军队的民族。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乌克兰无人机军团在扎波罗热战区2月23日到24日夜间大显身手，击落了俄军飓风山毛榉、铠甲和马拉希特防空系统，目标包括多管火箭炮防空系统、高射炮和雷达。一门处于发射状态的飓风重型多管火箭炮在扎波罗热地区被414旅第7凯罗斯营飞行员摧毁。一门山毛榉 M1 防空系统在顿涅茨克州叫斯沃博德内地区被第C2复仇女神旅的飞行员发现并摧毁。一门铠甲 S1 高射炮系统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克拉索希尔斯科耶地区被第1特战中心的飞行员发现并击中。克里米亚第1特种舟艇部队中队无人机操作员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叫新费多里夫卡地区探测并击中了马拉希特雷达，这个损失很大乌克兰总参谋部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损失920人和2辆坦克。路透社报道说，最新统计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承受极高伤亡，每占领100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就有367名俄军士兵阵亡。自4年前以来，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共占领75000平方公里，但自2023年初以来，实际新增领土仅 1.3%。这个荷兰的首相兼北约秘书长前首相这个吕特表示俄军承受疯狂的损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统计，自2022年以来，俄军每月平均伤亡26000人，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总计约120万人。目前俄军每死1名乌克兰士兵就损失2到2.5名士兵，也就是伤亡比是1比2.5过去2个月，俄军死亡或受伤人数达到了65000人。与历史战争相比，俄军在乌克兰的阵亡人数是2战以后所有俄罗斯和苏联战争总和的5倍，是1980年代苏军在阿富汗损失的17倍，是1990年、2000年2次车臣战争死亡人数的11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战线解放领土方面取得了成功，重新控制了300平方公里领土。这一点德国总理默尔茨也公开肯定。乌克兰在2月份的战场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进展，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比媒体经常报道的也强得多，并指出乌克兰在领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乌军在战线上的取得成就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尔茨的肯定和这个赞许。乌军
这一波南部有限的进攻啊，打得非常聪明，不是盲目的反攻，而是精准扰乱俄军后勤，迫使俄军分兵，重新掌握局部主动权。俄军虽然总体上还在缓慢推进，但每前进1米都要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伤亡数字已经让克里姆林宫头疼不已。乌克兰用无人机和精确打击把战场变成了消耗战加技术战，这才是现代战争的真面目。那么俄乌双方对对方纵深战略目标的轰炸情况啊，这个战线啊不只是在前线，双方都在拼命的打击对方的纵深战略目标，毫不手软啊。而乌克兰这边打的是非常精准。泽连斯基和挪威首相的发布会上，泽连斯基亲自证实，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对1400公里外的俄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目标，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工厂，它这个最核心的心脏工厂。咱们已经说过了啊，乌克兰无人机军团在过去一天继续深入俄后方，摧毁了多套防空系统和雷达。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的行动也直接威胁到俄军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纵深补给线。当然俄罗斯这边啊，那也是继续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俄军针对能源系统、民用设施的攻击时有报道，普京甚至发出最新警告，指控乌克兰可能破坏包括土耳其西和兰西在内的黑海天然气设施，称乌克兰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因而转而依赖恐怖手段。实际上双方啊都在玩打通对方后方的游戏。乌克兰用火烈鸟和无人机精准点名俄军的纵深设施，包括指挥所、军火库，但是俄罗斯呢则用导弹和无人机轰炸乌克兰能源和民用目标。战争已经彻底进入互相摧毁基础设施加消耗对方意志的阶段。好在啊，乌克兰现在天气已经逐渐转暖，严寒对乌克兰人的这个考验已经慢慢结束。乌克兰的精确打击越来越狠，俄罗斯的报复也越来越不挑目标，这才是最让人揪心的部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援助依然强劲啊。这个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发布会上表示，挪威对乌克兰2026年的援助约为80亿美元，这大约占乌克兰今年将获得援助总额的20%。这个挪威对乌克兰的援助呢，真是大手笔啊！你相对它的人口来说，一出手就80亿美元呢。两国还将缔结能源合作协议。挪威首相回答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提问时强调，俄罗斯的核威胁不可接受，我们将帮助加强乌克兰的能源系统。那么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亲自抵达基辅，参加纪念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4周年纪念活动。冯德兰表示啊，欧盟在900亿欧元贷款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的第一批军事援助将包括无人机和弹药，我们的目的是在复活节前交货。法国向乌克兰交付了创纪录数量的铁锤制导航空炸弹，这法国也不容易啊，是开足马力生产。以前好像一个月给乌克兰50枚铁锤制导炸弹，现在要翻倍，不容易啊。这些炸弹可以从米格29等飞机上使用，命中偏差不超过10米。而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400多辆装甲车，并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欧盟支持乌克兰，并打算继续提供政治、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2026年应成为结束对乌克兰侵略的一年，这是欧盟认为啊。这个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峰会承诺，今年至少提供125亿欧元国防支持，至少9.18亿欧元用于增强能源的韧性。对于此啊，这个泽连斯基感谢欧盟，我衷心感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这些艰难岁月里，欧洲始终与我们同在。绕来绕去的吧，特朗普搞了3个多月的这种美乌俄会谈，好像把欧盟晾到了一边。现在呢，你看看泽连斯基越来越跟特朗普啊，这个叫渐行渐远，又回到了欧盟这个怀抱，还是欧盟做靠山呢，稳定。所以你看啊，他感谢冯德兰和科斯塔在这
这些艰难岁月里，只有欧洲啊不离不弃啊，一直在对吧坚定的支持乌克兰。荷兰的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他说啊，我们应该感谢乌克兰，感谢你们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同时为保卫欧洲其他国家的自由付出了最高代价。也就是欧洲人知道啊，别看乌克兰人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实际上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就是在保卫欧洲啊，对吧？这样是个缺口，一旦被俄罗斯人打开，这是一扇大门，对吧？一旦被打开，不好意思，下一步就是欧洲，这谁都知道啊。国际援助啊，依然是乌克兰的生命线，对吧？这些武器、这些资金直接撑起了乌克兰的抵抗。欧洲国家已经把支持乌克兰当成保卫自己的前线，这一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这是好事啊，以此来应对啊特朗普的不靠谱。当然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谴责，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也一刻没停啊。首先啊，最近这个联合国大会啊，它是由那个好像是波罗的海三国还有那几个欧洲国家啊发起的，叫支持乌克兰持久和平的一个倡议。那么联合国大会就进行投票表决啊，通过了这个决议，107票赞成，12票反对，51票弃权。反对票那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这个决议啊，实际上很简单啊，就是呼吁立即停火，重申必须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弃权票里面就有大国，这大国投了弃权票，他还发表了一个演讲，振振有词，就投了弃权票。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好像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支持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决议，关键就是一个呼吁马上停火，第二个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点啊，那个在大国日常这种表态中不都是这么说的吗？对吧？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国也一直这么说。然后这个呼吁停火，立即停火，那为啥投个弃权票呢？那你应该赞成才对啊。当然了，不排除这个决议里面的细节是吧？还有一些什么接受不了的，比如赔偿啊，比如说什么惩治战犯啊之类的，对吧？当然这些我不太清楚啊，我觉得比较让人郁闷。但是啊，投弃权票的还有一个国家，我看完之后觉得坦然了，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好像也投了弃权票。对此啊，这个英国退休老干部啊，约翰逊，他是也不知道是表扬特朗普还是讽刺特朗普啊。他说啊，去年美国在联合国一项支持乌克兰的决议案投票中，竟然与普京和朝鲜结盟。这大家还记得吧？但是美国悍然啊，他妈跟俄罗斯投的票是一样的，让世界大跌眼镜啊。他说今年美国只是投了弃权票。这个约翰逊调侃啊，他说我猜这算是进步吧。那你想想，美帝都投弃权票，那大国投弃权票好像就显得是不是啊？你说不出个啥出来了。但是啊，公道自在人心啊，只有12票反对，107票赞成呢，高票赞成。而反对的这些国家都是正义联盟。所以说你看啊，对吧？大国在正义联盟里面那也是若即若离啊。欧盟对外行动署声明，经过4年的战争，2026年应成为结束对乌克兰侵略的一年，和平必须是牢固、可靠并符合国际法。加拿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石油价格上限实施新一轮制裁。德国总理莫尔茨说啊，他说在现任领导层的统治下，这个国家指的是俄罗斯啊，已堕落至野蛮的谷底，任何人都不应怀疑我们如今在俄罗斯所面对的野蛮政权。你看看啊，这个德国跟俄罗斯这个调门啊，那是越来越高啊，这个矛盾冲突是不是越来越激烈吧？莫尔茨直接说俄罗斯是野蛮政权，好不了啊。所以我说这仗还要打下去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说啊，这场战争是世界集体记忆中的污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说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5年对莫斯科来说开局不利，乌克兰近期在战场上胜利驳斥了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尚未获得永久的优势。所以你看啊，俄罗斯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联合国的决议、欧盟的声明、西方领导人的表态，一致把俄罗斯定义为侵略者。制裁还在继续，还在加码，影子舰队、石油收入都被盯上，而俄罗斯想通过核威慑翻盘，显然国际社会不吃这一套。最近啊，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突然放风说，英国和法国
正准备向基辅移交核武器，而佩斯科夫和普京配合轮番上阵，大肆炒作。实际上这个我昨天也说了，这就是转移视线，制造恐慌。战场上俄军伤亡惨重，推进缓慢，国内经济压力山大，炒作核武器援助可以把国际注意力从俄军的暴行和自身的困境转移到西方疯了要打核战上来，试图把俄罗斯包装成受害者。第二个呢，就是为美乌俄和谈失败找借口，他也不能得罪特朗普，但是他肯定也不想这个签协议，那找个什么借口呢？就是英法要帮乌克兰打核战。当前美乌俄三方接触被媒体形容为具有建设性，特朗普想在7月4日前推动和平协议，俄罗斯此时放核武器谣言，就是想让西方内部产生分裂，让特朗普支持乌克兰的声音被质疑，同时给普京在谈判中增加筹码，把乌克兰描述成具有威胁性。你看看恐怖分子他还有核弹，那了得吗？那俄罗斯是不是更强势一点才行，要获得更多才行所以说实际上是给普京在谈判中增加筹码，甚至增加掀桌子的这种理由。俄罗斯国内实际上是越来越疲倦，所以说普京这么炒作核武器，实际上也是在刺激俄罗斯国内的盘们，强制动员的呼声越来越高。核威胁叙事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让民众接受我们要打核战争级别的对手，从而为可能的扩大动员找借口。第四个方面这个俄罗斯是通过这种极端的谣言要测试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真实反应。如果西方强烈否认或内部出现裂痕，俄罗斯就知道可以继续玩这一套。如果西方团结反击，俄罗斯也可以迅速降温，声称这是情报误判。这个对此英国首相斯塔默愤怒回应普京的核威胁言论。俄罗斯独裁弗拉基米尔·普京故意撒谎，他试图用谎言转移人们对俄罗斯罪行的注意力这就是斯塔默毫不客气直接回怼。在我看来这是俄罗斯一次典型的信息战加核讹诈的组合拳。俄罗斯常规手段打不过，就只能靠嘴炮和核威胁维持存在感，但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已经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西方和乌克兰的回应非常冷静，基本都定性为俄罗斯的谎言和挑衅。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现在俄罗斯国内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根据路透社报道俄军每月平均伤亡26000人，总计约120万人。过去2个月死亡和受伤65000人。战争研究所指出，俄罗斯在目前的征兵方式的资金筹措方面面临困境，政府难以找到资金支付巨额现金奖励。俄罗斯国内经济正遭受劳动力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困扰，西方制裁导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大幅下降。这个美国的媒体分析俄罗斯有能力将这场战争再持续数年，但普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仍在等待某种改变的发生。普京发出最新警告，指控乌克兰可能破坏黑海天然气设施，并威胁使用核手段。佩斯科夫称英法计划向乌提供核武器，令人发指的违法。实际上关于谈判，俄罗斯的态度又变了。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完成，俄方希望能够利用外交手段来实现。什么意思就是战场上得不到，想通过谈判桌上得到，也不一定非要战场上，谈判桌上得到也行。这话你要看怎么听，本质上就是俄罗斯这边停火也可以，实际上就是莫斯科这边的口气已经软化，从一开始的无比强硬的边聊边打，到现在想跟乌克兰好好谈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说明形势出现了变化。普京感受到压力，综合这段时间消息来看，俄方主动寻求对话的原因恐怕与乌军最近取得了2个战果有关。首先是正面战场上乌军的反扑，这个咱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一个反扑夺回了400平方公里领土。别的不说这个就至少说明乌军现在仍有与俄军对峙的能力，至少说明俄军想把乌军击溃太难。乌军趁他不注意还能反击你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俄军想把乌军给打崩溃，那是难如上青天，是不是意味着俄乌之间对抗会无限期拉长耗呗，对吧？这是第一个普京想要在不激化局势的情况下尽快结束这场战事，最好的办法那只能是谈判，否则的话就打2年、3年、5年都有可能。
你看欧盟能不能耗得住？所以普京没有办法啊，只好对吧？要去谈判，看在谈判桌上能不能占点便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啊，俄罗斯的敌人正不惜代价，企图破坏谈判进程中已取得的成果。这个普京不点名啊，说的就是欧洲，就是德国、英国、法国。这个完全符合咱们以前的判断，对吧？最终掀桌子的肯定是欧盟，欧盟不同意啊。所以说，美国、乌克兰、俄罗斯谈得再热闹有什么用呢？老说欧盟不上桌，没资格上桌，人家手里有牌，上不上桌都一样。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和能源部长施梅加尔在发布第5份报告时，公布了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损失金额。乌克兰重建总需求为5880亿美元，其中906亿美元用于未来10年乌克兰能源领域重建和现代化改造。那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乌克兰的总理斯维里坚科说啊，报告中这些计算是由内阁与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共同审计算的。总理说啊，据报告显示，乌克兰重建和恢复的总需求5880亿美元。该评估截至2025年12月底，还未计入2026年1月至2月的破坏情况。仅在2025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失就高达640亿美元。俄罗斯军队对住房、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领域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实际上啊，5880亿根本就不多，这个战还没有结束。一旦俄罗斯战败啊，这个数字恐怕要成倍增加，也可能是3万亿美元，或者是5万亿美元。不要以为这不可能。所以说，俄罗斯它也承担不起失败的这种后果。大家想象一下啊，哪怕就是1万亿美元，这俄罗斯的 GDP 才多少啊？好像不到2万亿美元吧？我这记得不太清楚啊。它这 GDP 不高啊。如果俄罗斯一战败，要赔1万亿美元，那么很多这个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它就要分裂，我不跟着一起背这个债，这个战是你莫斯科要打的，也不是我们要打。你比如车臣、卡德罗夫他就可以耍赖了，对吧？我为什么要分担这个钱啊？所以说俄罗斯的那些加盟共和国都要分裂，你这要分裂了，你自立独立了，你可以不承担这个主权债务，这个债务由莫斯科那一块承担。当然了，俄罗斯的这个对外的资产也有这个莫斯科啊，倒是承担，负债也是他负担，他要继承俄罗斯的资产和负债，承担负债。所以说啊，只要俄罗斯一战败，在这个高额的这个赔偿金下，俄罗斯只会四分五裂啊，瓦解，对吧？这个比如说雅库特人，他为什么要承担债务呢？比如说图瓦人，图瓦共和国，他为什么要承担债务呢？所以我说啊，5880亿美元，这只是个开胃菜，等这个战打完，对吧？1万亿美元都算少的，要奔着3万亿、5万亿去。你这么一算的话，相当于每个俄罗斯人都要背将近1万美元的债，或者是5000美元的债，这么一个数量级，你说招谁惹谁了？所以俄罗斯人现在是岁月静好，一旦战打败了，就不那么美妙了，要为俄罗斯的侵略买单。我们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